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！朋友们都知道啊，上海越剧院红楼团是深受广大戏迷朋友喜爱的戏剧团体，可以说，它是我们上海顶呱呱的一支青年越剧团。自从徐王两位老艺术家开办以来，大家所有的青年演员就一直继承着红楼艺术的精髓，代代相传。这些青年演员现在已经成为红楼团的中坚力量。是的，今天可谓是满台的亮丽光彩。这些青年演员都是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，而且很多一部分是80后出生的，正值青春洋溢。让我们一同感受青春的风采。那么其中一位呢，樊婷婷，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。她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的一个得意的门生。是。那么她呢，主演了许多的大戏，并且呢，她还举办了自己的个人专场，也是获得了业内人士和许多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。还有一位青年演员，他的名字叫张雨峰，是陆派小生。他也是上海越剧院青年小生3顶甲之一，深受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。那么说到这两位啊，一出戏校啊就开始搭档了，多年的搭档已经配合得相当默契了。今天呢，他们要带给大家的是传统的越剧骨子老戏《盘夫索夫》。我早就错了。贵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吗？
我叫你官人，你理该叫我娘子。我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还称我一声小姐。是让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还称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为没有了吗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奸臣子女逃离间，只等我有口难开言。常言道，有理非为是，娘子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理非为是，来，送见一礼。请坐。女子茶飘香，请我上楼，为何事？官人，你在说吗？这人在书房么？读书啊？读书，难道是要连夜用功吗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？呀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啊，官人啊！为情你与他人，你可知自卖人不能当富贵？你可知周瑜千岁兵所宽，9岁年前破江乱，23岁封都督，为丈夫离开把苏婆。你可想将太公大人与本王，我帮你官人少年郎啊！你可知官路儿为丞相？那官路乃是官民相。你这官路对民相，莫非是走路谁不长？并不是追你谁不上，为情为子一笔既是必法，倒就罢了。请我上楼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终身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有个人事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了知。有人知我佛乃是，是非碰到老先生。我来真一把眼儿不知，我从小读过生言诗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
我才是才
心，我到荒田吃爬草，谁知沙土败黄金。兰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负他一片心？相见情欢喜，娘子，贵人，你道我是哪里人？贵人，你马上追人子，我可是前堂是暖雅情。怎么，贵人你是暖金人子？这本是下面语文章。哎呀，官人啊，你真人面前莫失家，你在家人跟前你莫显强。你欺人不把真心生，我问你要与子谁商量？
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位红楼团的青年演员，他的名字叫王淑文。啊，说到王淑文呢，她是师从张瑞红，长着一张娃娃脸。不过呢，从扮相、唱腔啊，都酷似张瑞红，所以呢，有着小张瑞红之说。前不久啊，我们的越剧院新排了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越剧，叫《秋色渐浓》，她扮演小石头。不过今天呢，带给大家的是传统越剧《孔雀东南飞》的选段。兄
深夜空腔东来飞，时而空腔空上去。好，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位红楼团的青年演员，他的名字叫王杰。王杰呢是傅派最年轻的一代传人啊，他出道比较早，很早就和那些明星大牌们配戏了。机会非常好。他的戏路也比较宽广，既能够演一些温柔纯情的女孩，也能出演这成熟妩媚的气质。那么，他呢是主演了许多的大戏，并且呢广受好评，并且呢他演的一些小戏呢还获得了一些奖项，也是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肯定。今天带来的呢是楼台会的精彩选段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
弟弟是晕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。弟弟收了马家聘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呀。弟弟因过马家走了兄啊，弟弟亲不能为马家随他亲。那么在这班红楼青年演员当中啊，吴群呢看上去就是大姐了。她年龄最大吗？这倒不是，说她大姐呢，是因为啊，她扮演的行当有关，因为她扮演老生啊。老生上台上的这角色，不是一家之主，就是一国之君，要么就是这个三军将领，非常的有威严，非常的有分量。对，很有分量，所以感觉她像大姐大似的。是的。那么吴群呢，其实她主演和她参演的这个剧目呢非常多啊，前前后后大概能数得上的就有20多部。那么其中呢还有许多呢是她原创的剧目，这非常不容易。所以说呢，吴群呢，他的戏龄啊还特别的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14岁那年呢，他所在的华阳中学啊，他的越剧班呢，这个演出叫做祥林嫂。那么特别请到了我们越剧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来担当辅导。那么袁老师的这个精妙表演啊，一下就感染了这个吴群。吴群啊，一下子就热爱上了越剧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入行以后呢，获奖还不少，获得了首届的中国戏曲大赛红梅大奖，还获得了首届的越女争锋电视挑战赛的金奖。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那么吴群呢，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他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多。对。在戏校的时候呢，是著名的张派老生演员张桂凤老师呢，对他是手把手的传授了一些传统剧目。另外呢，他还拜了这个京剧大师周少林，还有著名的戏剧导演陈心怡，还有京剧名家张信忠，都是他的老师。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没错。那么，并且呢，他还善于把其他剧种的这个长处呢借鉴到越剧当中，为我所用。比如说呢，他借鉴了这个京剧的徐色跑城，还有昆曲的烂柯山，包括还有晋剧的范进中举，还有他跟这个杨廷娜合作的原创小戏《长安悲歌》，都是获得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。那么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呢，就是创作的小戏《长安悲歌》。这出戏很有意思，它移植于古典名剧啊，应该是国外的一部名著，叫《牛虻》。虽然是外国剧，但是经过这个主创人员的努力啊，看不出这个外国的味道，所以是非常成功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。此人已到，正备祭剑。天哪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呐？城头上来日等候太监城门外虎视眈眈举弓箭。
就是传送朝廷，传送社稷，千古坚强。这些鞭是血泪，是刀剑，是利益。那一边是胡言，是酸甜，是生煎。天堂日月门都开，人常见神安。终于见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位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一位青年演员，叫盛舒阳。他在上海市青年越剧演员大赛中一举夺魁，获得金奖。哎，我还记得啊，当时在决赛中担任评委的一位老师对我说：“哎呦，这个盛舒阳啊，就非常像京剧名家李炳书老师当年年轻时的那个风范。”评价很高哎，评价非常高。但是呢，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啊，这个盛舒阳啊，其实刚刚进戏校的时候呢，他是连越剧都听不懂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大家练功的时候啊，就看到他一个人躲在旁边，发出的声音呢，就是跟这个嗡嗡嗡很小的，因为他没有自信嘛，因为他对越剧不熟悉，也不懂，他也不知道越剧美在哪里，应该是从何学起。那么直到有一次呢，学校进行公开课的这个学习，大家请来了这个副派传人胡佩蒂，当时呢，他为大家演唱了一曲，这个盛舒阳听的是如痴如醉。从此呢，他是立志一定要学好越剧，唱好越剧。那么如今呢，他也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真的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越剧演员。那么今天盛舒阳给大家带来的是，就是当年他获奖的参加决赛时唱的那一段，就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。满腹怨气，复写词，化作长江情。怒涛。两岸的人扫得扫得，且听我杜十娘一表苦衷。想我杜十娘，是夜父母丧亡，堕落烟花，数年来不有积蓄，本为终身之计，不料想我错配离家。他送在千里，得胜千金，要在征途埋我。想我杜十娘，相中有报，此今当在众神当开，是李家之母相中常有大报，妻子安静。我为李家，李家恰生
是为他丰盛家里家，谁指望良人这么生意靠谁知我凤凰下也为陪我呀，这真是痴心女子费心欢，到头来还是塞门心悬崖家，说什么也不要走，麻烦你家境将我骂，李家你困在房里是小生这身苦，你藏在好人机上，我生娘子变成他必归不下，岂肯批判你不让马三公离家虽短马分我滚上滚，谁做马我满腹怨气，故此放天将我给随风扬，国宝滚滚是我的家。我的娘我魂放开大炮响。珍宝有子当通李家，你来看。三不是非才华，我都是讲的。毛儿眼水金钻，我是不说过。
争锋》，我想朋友们一定非常熟悉。是的，这是一档广大戏迷朋友十分喜爱的青年越剧演员比赛的活动。今年到今年为止已经举行2届了。在我们今天的演出活动中间呢，有不少青年演员是在上一届比赛中是夺金摘银的。是。重要的是呢，还有不少青年演员就今天演出的，已经参加了现在正在举行的第2届粤女争锋的比赛，而且是叫晋级，进入决赛。我希望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对这些演员呢，多多的加油鼓劲儿。一定是这样的，我想所有的现场的观众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内心都期许他们能够获得好成绩。那么辛雅琴呢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目前呢，她主攻王派，师从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和单养平。她曾经在青春版的《红楼梦》《追鱼》《孟丽君》当中这些王派的大戏当中，饰演主要角色。那么刚刚结束不久的这个青春版的紫玉钗，她也是担任主角儿。那么这些舞台经验呢，使她获得了很多的这种对舞台的感觉。所以这次呢，粤语争锋呢，复赛的时候是高分晋级啊。那么马上就要去杭州进行决赛了。在这里，让我们预祝她取得好成绩，给她鼓掌加油。好，接下来就请朋友们欣赏辛雅琴给大家带来的《红楼梦》选段《劝带》。你。
圈带是《红楼梦》的经典唱段，早已广为传唱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再给大家介绍两位红楼团里边最年轻的两位演员，刚满20岁，一个是花旦，一个是小生。先给大家介绍花旦，他的名字叫李旭丹。那我想大家可能提到李旭丹呢，都记忆犹新啊。在我们第1届粤女争锋的时候呢，她一登台一开口就获得了满堂彩，并且呢，在那一届比赛当中呢，她是获得了新秀奖。那么后来呢，就在同年，她又获得了《红楼梦中人》的选秀活动的林黛玉组的冠军。不久呢，她便带着这个光环又回到了粤剧的舞台上。正是《红楼梦》里的林妹妹啊，把李旭丹引上了粤剧道路。可以这么说，林妹妹和这个李旭丹啊，还真有缘分呢。那么3年过去了，可以说李旭丹呢也是在不断的进步、不断的成长。那我们这一届的粤女争锋呢，她就成功的晋级了决赛。我们也希望她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欣赏她为我们带来的《红楼梦》的粉稿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记得菊花浮丝的愧色，黑当气中斗情心，一往远中。今日起非是莫惊
指望与你并肩共欢笑，谁知道风雨无情苍茫。情儿，你手中孤影相随，看只怕是来日清明梦中把我姑娘，我这奔前来还进去。西江马夫听完了这个粉稿，应该听哭灵了。是。哎，接下来呢，给大家介绍红楼团最年轻的小生，他的名字叫孙璇。那么孙璇学唱的是徐派，这个徐派啊，对嗓音要求比较高。孙璇的音色不错。那么接下来演唱的，刚才欣妮已经介绍了，是《哭灵》，这也是他参加粤女争锋当中比赛当中演唱过的段子。刚才说了，孙璇年纪比较小，所以呢，演出的机会呢相对少一些。不过对于孙璇来说，演出一场就进步一点儿，所以呢，再次响起鼓掌，为他祝福，为他加油。
知晓今朝你王头笼中头是下面要登场的呢是青年演员唐小玲。唐小玲呢是吕派传人。那么大家知道吕派啊，擅长演这个可爱活泼的这个花旦，比如说九金姑娘啊，比如说红娘啊等等，好像似乎青衣戏呢就比较少见一些。但是呢，这个唐小玲呢，她呢却拥有这个雍容典雅的这种青衣的气质，所以呢，她在一些这个传统剧目当中和一些新戏当中呢，都是有上佳的表现。是。那么在2007年的11月份呢，她又在这个舞台艺术本的电影《红楼梦》当中呢，饰演袭人这个角色。也是获得了好评。那么今天呢，唐小玲为大家带来的是吕派的青衣戏，也是代表作《凄凉辽宫乐》当中的选段。哦。
道上叫小姐，为什么坐镇上公堂？算灯一曲不中音啊，看来今日他何必心肠？老姑丈林荫花中堂，色草王举心嫌我是虎狼。年初官乱子元凶，杀人灭口心不良。突见君王遭羁绑，他官王将心心慌。今日里愚公读书言人肯，更明是不知一人先锋郎，唐算是朝王奸计成旁。顷刻之间转乱兵法，命运必等家国为王，一场大火气消息。耳边忽听欢庆呀，王儿。看来今日再难见儿郎。接下来上场也就是最后一位上场的了啊，好今天最后一档节目了。最后一档节目，她是谁呢？粤女争锋金奖那位啊，杨婷娜。杨婷娜呢，在戏校的时候就是品优啊，品学兼兼优的学生，好学生每年都拿奖金，就叫奖学金了。在学校里拿奖金，到了团里以后呢，就拿金奖。哦，这个金。对，是，那么杨婷娜这个粤剧观众都非常熟悉她，这个扮相非常的俊美，台风非常的飘逸，嗓音非常的高亢，表演非常的细腻，极具感染力，是目前粤剧舞台上难得的文武兼备的优质小生，在多出大戏当中担任主角了。那么和杨婷娜这个配戏的呢是原派花旦陈慧迪，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搭档了。那么今年呢，上海粤剧院推出了青春版的，刚才已经说过了，《紫玉钗》，就是由杨婷娜、辛雅琴还有这个陈慧迪来主演的。当年呢是由钱惠丽、单养平、方亚芬主演的，因此呢获得了白玉兰奖。这个激励棒接到了青年人的手中，那么预祝他们能够演出顺利，获得更多的奖项。下面就来欣赏《紫玉钗》选场。
年前哟，落场红泪成小手，最牵挂红飞燕去小戏团，问君梦萦他平安回。愿子愿真心不怕山河远，天暖地薄长相随，汉子盼。正官正地瓦解门，老爷分别到尽头，老爷分别到尽头。如今我蓦地逢了魏长不知是喜还是忧。
灭踪，你究竟是谁？哎，三郎，你是否记得3年之前上万元宵灯会？有一位他已苏生，那个无理的书生。可是你怎么又是一身女子打扮？我本来就是女儿身，这番叫声你好呀！我就是陆太尉之女，名唤燕云李川君。生生你呀，皆是我，愿奉一年难当为，既匆匆养美生美，为了你心系之财，老弟弟叫出姻缘谁不表，也允我身宽君须亦无奈。3年振作才有归，有心事心真为。难得他1年未把初中改，2年未将穷放开，3年平民万坚守，几万交迫苦中啊！哎，原以为啊，小鸟竞争宽金配，我真想得逞比赛把车开，谁知王东从今终须嫁。他终于没了姿态，领报必把你心。不会的，小女绝不会做出这种事，是你们骗我！三郎，我也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可是他不记天门，不念经经，起了心来，加了心声，恰是事实。破事才是悔，你自己宽顾分明，宽顾分明吧。这是真的吗？这难道就是真的吗？声声悲号复相拥，层层长困藤子分子才，你们三四黑算不算？分子才可亲为你亏不亏？分子才不知曾必为哪破？分子才岂来离散随安？小女花，我为你千里道别，到关外，沧桑有变，心
你是玉国定情的姊妹，听说为顶风冒起宁成贵，总以为菩萨不怕真金子，刀砍不断长流水。谁料想我他们飞渡燕归来，你恰一领把去朝回，倒是精彩一团子，心一团。深空我情愿吞菜于死，寻经便是夜两黑。三郎，你不能死！就算小牛为心，还也应我。想叶云虽身为太尉之女，可是有生母早亡，却爱少痛。弟弟虽对我百依百顺，可女孩家的心事，他又能理解几分？几年来，有多少官家子弟就请上门口，叶云恰送午夜过10夜，伤心。非有你病中邂逅，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动了真心。只因为知道你心中依然有他，我才把红艳艳的真情苦苦压下，苦苦今子他无尽无你离你而去，我才劝得弟弟调你为亲，我是一马轻骑金银300两亲自过来迎接于你。李色郎啊，李传君，这一切难道你真的还你命吗？还你还情
小姐，小妞究竟家有何人？她是不是还留在这？你告诉我，你知道？你不知道？这紫菜是为夏青交接我的，那小妞已经别家的消息也是她告诉我的。那位夏青曾经向我提起，要我放弃小妞做你家的董事长，他的话不可信。可是此人官迷心窍，为了升官，只怕什么事都做得成。不要说这来之言不可信，就算小妞真的为我连你也绝不问他。三郎，恭请三郎先为上我。那算那次研究竟苦心于分，但因为经查明真相，这种